OK， 1993年第50條題目就話喺 figure 入邊 TP 同埋 TQ 係兩條 tangent to the circle， 咁喺 P 點同埋 Q 點呢兩點掂住個圓形。咁如果 M 係喺 PQ 呢條 arc 上面嘅其中一點，而且 PMQ 等於 theta， 咁就問你 PTQ 等於幾多？咁首先我哋將 P 同 Q 連埋一齊先，跟住啦，因為 angle in alternate segment， 咁所以呢一隻角等於呢一隻角等於 theta。咁同一時間，因為 TP 同埋 TQ 都係 tangent to the same circle at the external point， 咁所以咧 TP 同埋 TQ 長度係一樣嘅。咁因為長度一樣啦，咁所以下邊呢兩隻 base angle 都係一樣。咁藍色加綠色等於180度，咁呢度都一樣啦。咁所以其實呢一隻角都係等於 theta。然後啦，呢兩隻角就等於180度減 theta。咁呢個時候我哋望下 TPQ 呢個三角形，咁三隻角加埋等於180度。咁所以咧 angle PTQ 等於180度減兩個180度減 theta， 咁就等於180度減360度加2 theta， 咁最後就等於2 theta 減180度。咁所以咧答案就係 E 啦。